國際上要緊繼續來關心中東戰事這上新的進度。巴基斯坦講即馬願意出面來主辦美國甲伊朗的會談，不過雙方是攏無回應。另外，在伊朗第一章閣再遭受到空襲，伊朗的革命衛隊表示講，因絕對要報復，去攻擊美國甲以色列官員的住所。而到禮拜暗時，德黑蘭防空系統啟動，刷了有民眾表示，伊朗首都受到攻擊。伊朗革命衛隊講會攻擊美國甲以色列官員的住所。以色列軍方表示，當咧攻擊伊朗首都德黑蘭真濟目標。後來，伊朗政府表示能源設備受到破壞，也毋過伊朗媒體報道講，德黑蘭甲愛布士省首府電力已經恢復。佇這之前，巴基斯坦才宣布要主辦美國甲伊朗的會談。Pakistan will be honored to host and facilitate meaningful talk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coming days for a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settlement of the ongoing conflict. 伊朗國會議長卡里巴夫表示，佇巴基斯坦的會談是做正面的爾，也若美軍差不多2500個陸戰隊員已經去到中東。卡里巴夫表示，伊朗的部隊當咧等待因到位，準備要甲因會總，而且徹底處罰因的區域朋友。針對美國有可能發動地面攻擊，伊朗表示假慶本咧等你。مبنی بر عملیات زمینی یا اشغال هر نقطه‌ای از سرزمین‌های ایران که البته آرزوی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‌داریم. رزمندگان اسلام مدت هاست در انتظار چنین اقداماتی به سر می‌برند. 伊朗表示，美國甲以色列佇空襲當中有破壞2間伊朗的大學。伊朗革命衛隊要求美國佇德黑蘭時間30中晝進前譴責這個事件，若無就要甲美國甲以色列佇西亞、中東地區的大學校區列作是合法保護的目標。貝魯特美國大學已經改做線頂上課。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表示，佇巴格達、蘇雷馬尼亞省甲杜胡克的美國大學可能假做是攻擊目標，要求佇伊拉克的美國公民愛趕緊離開。公司新聞。吳文玲翻譯。